國際社會近來關心，為着要因應伊朗戰爭所引發的能源危機，這歐盟是提出包括要動用迄個戰備用油、甲調整天然氣補給，抑閣有減少電力稅等等這類措施。目標是要讓歐盟會當全面來靠電力，莫閣靠化石燃料。不過，這也愈顯示提升核能發電的重要性。歐盟在4月22日公布一項加速歐盟的計劃，來減慢伊朗戰爭造成的能源衝擊。這項計劃包括放出40億桶的石油，同時歐盟也協調成員國在寒冷進前，把天然氣的庫存補到80%。而且計劃發布指引，應對航空燃料的欠缺，也建議增加美國進口，而且推動永續航空燃料的生產。This is not a short-term, small increase in prices. This is a crisis that is probably as serious as the 1973 and the 2022 crisis combined. 雖然歐盟即馬面對的局勢無似當前俄烏衝突所引起的天然氣危機遐爾啊嚴重，不過這個危機對主要商品甲全球經濟影響可能是愈大的。歐盟各國政府已經採取行動，希望物件起價對民眾甲企業的影響會當較少咧。方案包括修改稅收的規則，確保電力稅比化石燃料較低，而且允准成員國對較食能源的行業也閣有弱勢家庭實施電力減稅，也閣有收入補貼，加速發展清氣能源。This must be a wake-up call and a turning point. When Europe steps away from fossil fuel dependence and steps toward clean energy autonomy, because now it is more obvious than ever. Clean energy means security. It means affordability. It means independence. 看較遠咧，歐盟當咧拼勢推動經濟電氣化，來減少規個能源系統對化石燃料的需求。歐盟委員會抑閣會佇5月部長級非正式會議進前，交一份應對措施的清單。目前，伊朗戰爭已經予歐盟化石燃料加付240億歐元。This is why today we propose an acceleration towards electrification. Now is the time to push fossil fuels out of electricity production. Now is the time to electrify industry, transport, heating systems, and buildings across Europe.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計劃也代表歐盟在核能政策的方向有轉變，核電互人提升到維護戰略主權的核心地位。歐盟委員會建議成員國予核電較慢退場，而且承諾核燃料供應鏈的心理流程會當較利便寡，也看出歐盟當想要佇伊朗戰爭之下加速能源轉型。公視新聞，景冠瓊編譯。